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其实我真正的收入不止8000，我生意好的话，我有分底的。所以说我要求的其实不过分，而且我负債，我確實是負債，我有收入8000，我負債10幾萬，我也 OK 啊，我也能還啊。咁你覺得我條件點樣啊？你覺得我條件啱先我講嘅條件點樣啊？就比你剛剛你自己都那樣說了，比如說你打2份工，你幾千，然後或怎麼樣，就你的格局就已經在那了，就很明顯沒有達到我要求。哪怕你是又係唔同 channel 㗎，你兩個其實又係唔同一個 channel 嘅，知唔知啊？對啊。我認識個女性朋友係本地係白雲區嘅，佢係1.55-1.56到啦。如果我唔係話睇咗佢本地嘅話，我唔同佢交往。如果你話我廣州以外，我肯定1.6幾先中意。喺我做兼職嗰邊都有，但問題上咧，佢屋企就意思想我中意翻本地，咁我又冇暫時，即係我認識下啲本地睇下點樣先，咁樣先再一個回馬槍識翻本地嗰啲，即係話喺唔係話喺個兼職嗰度睇下問一問睇下點樣咯。兼職嗰度好普遍，因為1.6幾好多，因為好多有意思想問我，即係我冇答嘴啫。叔，我很想說，哪怕你是很有錢的，以你這樣的思維跟我現在的頻道來說，我完全，哪怕你超有錢，我都對你連 feel 都沒有。我很明確告訴你，我寧願找一個比我小幾歲的，我慢慢去培養他，我不會找你這種沒有 feel、沒有同頻的人去聊天溝通，明白嗎？如果咁樣你個思維嘅話就好唔踏實。我識得有一位同事又係好唔踏實，又係死去做生意，做下就搞到條命都冇。呢啲唔係唔踏實啊，呢啲係每個人有每個人嘅追求啊。我自己咁樣一步一個印走過嚟，有車有樓，我好清楚呢啲咁嘅。那你又怎麼樣？我沒看上你啊！你有房有車有樓又怎麼樣？我沒看上你啊！我沒房沒車沒樓，我負債我8000，我有我的要求，我身邊的人。即係我只吹一吹啫。高師傅你好，有緣睇下到時睇下，我都好多時過貴城嘅，睇下見到面大家食餐飯傾啦呢啲好嘛？而家我關照咗你係嘛？即係如果有緣嘅話，就是那種。即係高師傅，你覺得我自己咁嘅條件適合揾咩啊？我覺得你適合單身。啊，你覺得有我言辭嗰，即係你覺得我揾本地好啲，還是揾外地好啲啊？你覺得？即係我識到個本地係1.56，但問題上我就有啲唔係好啱咯，身高嗰方面眼緣係可以嘅，但係喺我兼職嗰度咧有1.6幾，但係外地嘅。咁你覺得？即係我冇錢我冇所謂，最主要屋企唔係負資產啫。你幾高啊？你年齡？我1.66，120斤。幾多歲啊？幾多歲又唔透露啦，30幾啦。但我顏值比較高啲，睇上去又唔似咯。因為我有車有樓嗰陣時，從20歲開始打工一路咁就走過嚟係比較辛苦啲，我已經知道嗰啲。比較即係走過嚟有車有樓。我覺得你其實我講出嚟可能會比較打擊你。講一講。你其實係冇乜得揀，你仲挑肥揀瘦咁165好定係包括上邊2號米嗰條女其實我係唔幫你嘅，你自己段位層次係相對比較低，你低過佢啊，你知唔知？即係我可以咁樣講，頭先講到錢銀嘅問題、收入嘅問題，每個人嘅階層唔同，每一個階層嘅人睇定嗰個階層嘅人，好似睇怪物咁樣嘅。你覺得佢唔靠譜，佢覺得你更加唔靠譜，你明唔明？你好，高師傅啊，我想問下，如果係我自己咁樣個要求嘅話，就揾個本地好啲咧，還是揾個自己即係話1.6幾嗰啲咧？1.6幾喺個兼職嗰度咧就好，條件肯定就冇本地咁好噶啦。咁你話覺得我揾邊邊好啲咧？我覺得如果條女1.6幾後生嘅樣貌可以，佢唔會揀你。如果係樣貌係中等啦，1.6幾嗰啲，佢後生嘅話佢都唔會揀你。佢25歲以內或者係28歲之前佢都唔會揀你。唔係，即係如果
係佢有咁嘅意思咁樣去問我，咁你話我中意個本地好咧，還是中意？係你成日叫我回答啲假設性嘅問題，你呢個假設都唔成立嘅。一個1.6米，你本身你1.6幾，你溝條女1.6米，你話如果佢中意你，都冇如果。唔係，喺我兼職嗰度普遍都係1.6米1.2度啦，1.6米到1.6幾係少，1.65米以上係少啲。咁佢哋有成日向你釋放好感咩？暗示過有，但我冇。點暗示法？即係佢問過我話，大家即係如果係即係食飯啦，咁即係問我大家出食下宵夜啦咁樣問過我，即係話你傾啱，即係我話未落實，咁大家出去食下宵夜啦咁，即係問過我啦，我話我覺得係你諗宵夜可以嘅，但我其實我覺得係你係諗多咗，其實喺你嘅條件，你當然你優勢係本地嘅有車有樓咁樣，但係你嘅短板都同樣係好明顯嘅。哦，即係如果係咁樣話，你話我本地過佢嗰度啊1.55米6度，佢係好有意思嘅。咁你話即係如果係咁樣叫你睇，應該係中意翻本地好啲係咪？係，你就係1.5米幾嘅嗰個。哦，即係佢年紀啊係95年底，30歲咪好夠啦。即係我大佢幾年嘅啫。即係佢依家揾唔到，咪揾唔到都有好多中意佢，但問題佢屋企都係中意翻本地，所以唔係好即係唔係好中意外嫁咯。即係佢有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樣，我識得個本地白雲區嘅。咁我如果你話佢一個兼職嗰啲帶翻屋企睇，同埋我一個咁，我屋企人肯定都係中意翻本地多啲。但我有一半唔係好啱，就係佢身高咯，樣貌肯定靚女過而家年尾佢嗰個。其實以你嘅條件喺個兩性市場都冇咁，即係唔會有太多得揀嘅。我覺得你嘅眼角有啲偏高啦。如果喺我即係你話喺個兼職嗰度咧，我就未有問過，因為我兼職做過係同一度兼職，係第一度啱啱我入嚟做嘢，佢係好明顯去問過我嘅。我嗰陣時啱啱起緊樓就冇乜意思，即係冇錢。即係啱啱起緊樓嗰陣時，30歲未人夠，我冇即係我冇乜意，即係話冇意思去問下咯，去問我就。但問題上可能有啲影響啦，喺第一度兼，後尾換翻第二度兼職嗰時又冇明顯係問過啦，嗰度又兼職嗰度。你而家起咗2棟樓係有租收嘅定係點啊？2層有租收，有一層係我妹嘅，嗰個50幾方2層，嗰度係100幾方嚟嘅。嗰度係地面積。咁你過去溝過幾多條女啊？我普遍都係佢有意思問我嗰啲搭嘴，我自己去問佢啲咧就比較少啲咯。即係你係拍過幾多次拖？我係問你拍幾多次拖？真正嚟講一次。一次，係啊。比較少啲啦。呢個係合理。冇你咁多啲經驗。係我嘅一個合理預測咯，意料之內咯。真正佢嗰一個點解唔啱咧？就我係喺度視頻就費事講咁多啦。其實就好靚女嘅，咁點解會唔啱咧？即係視頻就唔講咁多啦。即係我哋有機會見面再傾啦，係嘛？請你食飯啦，見到未啊？係嘛 ？OK。咁啊，俾位兄弟講先啦，講到咁多，我唔想話再講啦。唉，係嘛？你講啦，講。我手機就冇電啦，聽你喺度講啊！嚟俾你講，我手機都冇差唔多冇電啦，講咗咁耐啦。還好我經驗。小朋友你咩要求？我嘛，1.7米多以上啊，都孝順的人。咩啊？係啊。我屋企得我個㗎。我聽唔到你哋講嘢㗎。我卡咗咩？你冇戴耳塞啊？係咪啊？我哋都冇講嘢。你冇戴耳塞啊？係咪啊？哦，好，唔係，有少少嘈，有少少嘈。唔好意思。如果我唔戴耳塞都聽唔清楚。係啊，我獨生㗎。
咁睇有冇眼緣啊？小朋友嗰個畫像有冇眼緣啊？對佢有冇眼緣啊？係咪？其實我哋呢邊好曬㗎，如果佢同我同一個地方咧，屋企做咩嘅啲人，其實問下啲人就知㗎啦。我哋呢邊唔算好大㗎。睇下小朋友中唔中意你啦，睇下佢覺得你有冇眼緣啊？有冇睇啱佢啊？我可能身高唔係好夠咯，其他我覺得都冇咩嘢應該啊。我屋企人都催我相睇啦，我唔係好想去，但係照計應該你同佢同鄉嚟喎，咁係咪？應該好適合啊，大家。那個演員呢都 OK 呀、就是年紀有點小啊，都成熟啊。你99年幾月份㗎3月。咩啊？3月份啊？係啊。哦，我11月㗎，我11月㗎。多少萬真的跟我沒多大關係。咩啊？沒有，他們說啊，收你30幾萬靚仔啊，靚仔我 hold 不住，我真的 hold 不住靚仔。我唔係我係啱先。他不成熟啊，我想成熟。講到邊度啊？我說我想找成熟，就是老水一點。即係揾年紀大過你嘅。係。唔係喎，其實我覺得年紀細係一個優勢嚟嘅喎。女人揾男朋友係想要揾一個照顧佢嘅人啊，揾一個之後，因為兩個人結婚嘅話之後係會面對好多生存上嘅壓力，要解決好多生存問題，要揾一個相對嚟講有解決問題能力嘅男人。就比如說我的酒店工作，比如說我突然遇到一件事情解決不了，我需要聊聊就是工作，然後你能給我的不是口頭上，哎，沒關係啦，讓你做就好了，而且我就需要你幫我去分析，大概遇到事情。其實小朋友，你如果真係要揾男朋友嘅話，我有好多學員，我可以講你嘅要求，頭先你嘅要求，我好多學員都可以滿足到，但係如果你想深入去對接嘅話，你可以加我主頁個微信之後，你將你嘅資料發俾我，我推下。有好多，因為我喺佛山有好多學員，但係佢哋冇睇我直播嘅，向我付費嘅學員起碼都好多個，幾百個，有好多同我好熟嘅。你嘅要求其實係唔高。對啊，我覺得不高吧。被他們說的。即係3毫米用戶就唔使講啦，係大家係其實係好似係唔同一個年代嘅人咁樣溝通唔到，大家睇對方都好似係一個怪物咁樣，但係因為我知道啊，即係話我兼職都係餐飲，即係做經理嗰啲都係嗰啲眼光都係有耳一方面啊。即係喺我角度睇佢嘅小朋友嘅擇偶要求係唔高嘅，你又覺得佢係？我覺得係你嘅問題，用戶。我覺得佢嘅擇偶要求係唔高嘅。他嫌棄我負債。即係我嘅擇偶要求嘅話，如果眼緣對嘅話咧，即係符合，即係你話有冇？即係你好窮冇咩所謂，最主要屋企人唔係冇負資產嘅啫，我就係一樣嘢。嗱，都說他嫌棄我負債咯。都話佢係爭佢阿爸阿媽或者唔係爭我邊嘅人。哦，即係如果係佢揾個男朋友，小朋友，如果係你揾個男朋友，你會唔會叫你嘅男朋友幫你俾咗個10幾萬，幫你還？他沒有那個能力的，你放心，他沒那個能力的。
你叫我跟你說，你要按我同意來說，你叫他一次性拿出10幾萬，他給不了的，沒有幾個人能給的。用戶除了9個字號家裡我覺得你都唔會即係你首先，我覺得你拎唔出一下子拎唔出10幾萬，你有嘅話，按照你嘅性格，你唔會幫佢還，你俾唔到佢，即係大家係唔啱嘅，需求係唔匹配嘅。如果我嘅話咧，如果叫我俾10幾萬嘅話咧，我係其實會係都唔會。喺我角度，即係如果喺結婚，如果你話假設結婚嗰度咧，俾你當完禮金嘅話咧，我會有一半咯，有一半幫佢付。係，我嘅觀點都係咁樣。如果係大家你同嗰條女係傾到談婚論嫁嘅話，可以俾啲佢。你話直接幫佢還10幾萬係比較少。如果我個人嘅話，佢咁樣負債10萬嘅話，你叫我幫佢俾，我係冇可能。如果你話當談婚論嫁當完禮金嘅話，我有一半會答應佢。睇情況嘅，睇情況呢啲。如果其實小朋友你揾一個，當然你即係我講我嘅圈子，我身邊嘅朋友收入高啲嘅。你唔好話我浮誇，我講一啲我真係識嘅身邊個圈子嘅朋友，一個月閒閒地幾萬蚊嘅，3、5萬或者5萬到10萬呢個區間嘅男人，我覺得係有啲人係會肯幫佢還呢10萬嘅。如果係爭外邊嘅人嘅話，急住要還，我都會幫佢還。要睇翻小朋友佢對個男朋友點樣啫。如果係完全服服帖帖、好乖好聽話，其實都唔係乜問題。你話如果係10萬嘅話咧，如果係禮金嘅話，又唔算多又唔算少啦。如果係佢男朋友幫佢還咗呢10萬，梗係唔會再俾乜禮金㗎啦。對啊，算多唔算少啦。如果喺本地個禮金一般都係，據我所知都係5萬左右。本地個禮金都係攞個意頭嘅啫。我啲同事結婚我都知道啊，呢啲係差唔多。如果係外地嘅話，肯定多噶啦。外地我知道。譬如小朋友揾咗個男朋友，一個月係冇話多揾3萬蚊嘅，跟住佢乖乖地拍拖一兩年，好乖嘅，好聽話嘅。如果係小朋友，如果你真係揾到一個咁嘅收入高啲嘅男人，我相信你嘅男朋友佢有一定嘅生產力，佢都唔想你出去做嘢，你就喺屋企，即係男主外女主內。不行，我接受不了，我要出去工作。你好，高師傅，咁好似我而家咁個收入條件，即係喺我個人認為又唔算高又唔算低咁樣，符唔符合到咧？即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咧，符唔符合到？你係偏差㗎，其實你而家你嘅條件係偏差嘅。你年紀好，即係你嘅年齡短板同樣係好明顯嘅。都話你唯一嘅有啲優勢就係你頭先講你有2等樓，知唔知啊？你無非係有，你就是有樓。另外一等係我妹嘅，我妹結咗婚，有一棟細嘅50萬幾方2層。咁即係你得1等樓，係啊，自己住埋嘅，係啊。咁咪就係咯。其實你收租係有，你知唔知頭先我點解問你拍過幾多次拖？就係你本身你話你一次就係講明你本身你過往已經證明咗你唔係咁受女人歡迎嘅，你知唔知？係有，即係自己點，不過可能之前就即係自己喺緊屋嗰陣時又冇錢，自己又即係本身以前就比較有啲怕醜嗰啲咁，即係自己本身咧自己去問佢又比較少啲咯，已問自己又唔啱嘅。唔係㗎。你年紀到咗呢度，你如果係你本身有一定價值，你吸引到主動吸好多女過嚟你呢度嘅。係，首先想問下，之前我未人即係睇緊樓啦。其實嗰陣時我20幾歲咁啊，有1.6米幾佢都問過我嘅。咁嗰陣時就話，即係冇乜點樣去理睬住咯。咁其實佢係咪話係有嘅？嗰陣時即係點樣詳細又唔講啦。咁樣其實佢算係話真係有意思咧。如果係咁樣，佢嚟問你嗰啲，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你諗多咗。佢又問過，咁後尾我都試探過，咁佢見我話，我問你一個問題，你頭先話你拍過1次拖，你當時同嗰條女有冇發生關係？有發生咗，拍咗幾耐？有都唔係好耐啫，都係幾個月嘅啫。
我識佢嗰陣時係點講咧？我識佢嗰陣時係俾我係買嘢嘅，買到嘢嗰陣時就佢用刷信用卡，點知刷唔到，俾200蚊。咁後尾我打翻我轉頭，咁啊搞幾個月咁樣，大家了解咁樣識嘅。就咁個原因識到嘅，咁有發生咗。至於係點樣樣話係唔啱咧，咁我就唔講咁多啦。呢啲係嘛？呢啲喺視頻就。樣貌啊身材都可以嘅，同我差唔多大啦，喺之前就。即係話點解？我俾咗建議你，以你嘅條件，其實你唔應該咁揀擇。講真，你有個你可以，你之後你有條女肯真係可以同你埋單上岸嘅話，你都應該快啲啊！如果唔係嘅話，隨着你年紀增長，你會更加麻煩。後生嘅，你想溝後生嘅會好難噶啦，你而家都好難噶啦。其實主要係你個人，你嘅認知仲要係咁樣啊。有女朋友係唔少女朋友啦，因為我自己佢見我都係冇，即係話係意思唔係話好夠咁樣啦。其實食飯即係傾過嘅白雲區嘅，1米55、56度啦。就我有一半間唔啱，就係話身高嗰度咯。如果你話我咁帶翻屋企嘅話，我屋企人肯定認為就話喺白雲區嗰度，即係意思肯定話本地嘅。即係我了解過佢點解會係咁個年紀咧，都有啲原因嘅。其中我講過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屋企人唔中意去外嫁啊嘛，中意揾翻呢啲大家。即係你而家你個問題就係、你自身嘅條件匹配唔上，你要揾嗰啲女嘅需求啊，你知唔知啊？即係你覺得冇怪我講嘢直接。即係以我而家咁個，即係喺大眾化嚟講，算係偏低係咪？係偏低嘅。我都偏低啊，你算什麼？好嘅，有機會見面請食飯，大家請食飯再傾啲嚇嘛。我經常過去貴城嗰邊，我都好多食。好啊，你落去啦係嘛？落啊！冇電啦手機。好啊，拜拜。166唔係佢年紀都同樣好大㗎，佢年紀30幾歲，我覺得佢應該35歲。35歲，跟住佢主要係佢嘅思維同佢溝通會好辛苦嘅，即係如果係小朋友同佢，假如真係同佢喺埋一齊嘅話，會成日發猛疹嘅。我會砍他的啦。呢個男係佢矮，佢就注重身高㗎啦。成日本地做乜做身高硬上？他覺得有負債的女人就不能挑，他是這個意思。佛山本地25，佢都話佢要揾大過佢噶啦。畫像佢睇唔啱你啊，唔好叫佢畫公仔畫出腸，佢其實睇唔啱你小朋友，我幫佢講啦。佢睇唔上你啊！你有錢佢都睇唔上你啊！睇眼緣，睇感覺。演員他不是說挑亮的，是真正的那種。佢識講白話，識講粵語啊！郭富城60都是。演員不是顏值啊！其實我這種負債也算是錢的好嗎？欠爸媽的你不用還的咩？你還有個弟弟啊，你要這樣想，弟弟結婚你不用給回他嗎？不可能不給的。係啊，你負債嗰度係一個大短板咯。對啊，如果你唔負債嘅話，你會好輕香啊。我不負債的話，我有存款的，我有很多存款。31可以嘅，佢話大概10歲以內都可以嘅。你借爸媽的錢，弟弟結婚，你肯定會要給回的。我的思想是這樣子的，但是我不會幫襯，
因为我家不需要我帮衬，明白吗？負10幾萬啊，10幾啊，10幾。11、11，其實也沒有，應該沒有的，應該沒有，應該8、9萬這樣子差不多，撐死8、9萬。粵 ADD 要唔要上嚟啊？負債10幾，我都冇試過負債10幾萬。其實負債也很正常啊，我又不是賭博，我又不是吸毒，我覺得很正常，我又不是。有120多斤。如果說你1米58，你82斤，咁你都幾圓潤下喎。我在減肥，我不說我120，你看不出來的。我在減了，要減到105斤，但是想想我減肥壓到105斤，我又不一定是現在這個條件，係嘛？即係你減咗肥，擇偶要求要再提高。沒有，要求。創業同賭博係嘅，而家呢個形勢，我可以咁樣講啊，小朋友你都係創業嘅，我而家一個切身感受，因為我除咗有個抖音，呢個抖音號，仲有其他做電商有電商公司，